同麥思文同你睇天氣。乾燥嘅東北季候風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。本港今日係天晴，下晝西灣河嘅能見度超過30公里。朝早天氣清涼，各區最低氣溫介乎喺13到15度。受輻射冷卻現象影響，北潭涌氣溫只係得10度。下晝各區嘅最高氣溫就回升到19到24度。天氣仍然乾燥，下晝新界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下降至50%以下，大家要注意補充水分啦。預料聽晚將會轉吹北風，未來1、2日朝早天氣稍涼，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。睇睇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溫係介乎15.4到22.9度。7點鐘氣溫係19度，相對濕度72%。跟住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係天晴，聽日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7度，新界再低2、3度。日間相當溫暖同埋乾燥，部分地區有煙霞，最高氣溫大約26度，吹和緩嘅東風。聽晚北風會增強。展望週末到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埋乾燥，風勢都幾大，朝早相當清涼。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係介乎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係屬於高。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、澳門天晴，深圳天晴，廈門多雲，台北落雨。上海多雲，杭州落雨，南京多雲，武漢多雲，天津多雲，北京多雲。瀋陽天晴，首爾多雲，大阪落雨，東京落雨，曼谷明朗，吉隆坡明朗，新加坡大風，雅加達落雨，貝斯明斯明朗，馬尼拉天晴，墨爾本天晴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驟雨，奧克蘭驟雨。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驟雨，洛杉磯驟雨，紐約落雨，多倫多落雨，羅馬有霧，蘇黎世明朗，伯蘭克福落雨，阿姆斯特丹、倫敦、巴黎多雲。天氣先講呢度啦，拜拜。